我哋今日講個天秤座，天秤座真係好耐未講過。睇下個寶盒會俾到我哋咩驚喜？Art 藝術，我好鍾意玩 performing art，即係行為藝術。希望我以後喺呢方面可以成為一個大師，呢個我夢想。睇個色彩俾我哋一個暗示，紅色太過有激情，白色太過退讓。你冇辦法將你所有嘅資源分俾唔同嘅追求者。佢講明幾個問題，未來你會有唔止一個追求者，未來唔止一個追求者。你嘅心好多，你嘅心好多，你可以鍾意一個，鍾意個個，你鍾意唔同嘅人，你鍾意唔同嘅幾個人，但喺未來2個月，你冇辦法將你嘅資源，將你嘅魅力分配俾唔同嘅追求者。其實幾好，有唔同嘅追求者，只不過你冇辦法做得到。講句一個形象啲嘅話，就係你可能有潔癖，你可以鍾意唔同嘅人，但你接受唔到你嘅身體俾完一個，再俾另一個，因為你有潔癖，你冇辦法將你嘅資源分配俾唔同嘅追求者。未來2個月好精彩，但係亦好難選擇。追求者之中有追到你好緊嘅，有唔掂唔着放長線釣大魚嘅。佢哋嘅優劣，佢哋起碼形象上邊，或者係財富上邊，你好容易分得清楚，但係你仲係擔心想擁有唔同嘅追求者，只不過你有潔癖。好咗個選擇啦。如果你覺得你有潔癖，你嘅身體唔可以俾多個追求者嘅話，咁你就要慎重選擇啦。未來2個月，從牌面亦見得到，喺2個月內你冇辦法好決斷咁最後決定，你將你身體俾邊個追求者，仲未決定得到。享受個過程啦，呢個過程亦係一種享受。